各位街坊望過嚟，有冇見到呢度係屬於珠海嘅新香洲區，賣緊3萬蚊1個平方，距離呢度500蚊嘅距離，有冇見到一條馬路之隔，賣緊佢嘅1/3單價1萬蚊一方，價格慳咗一半，但係就差一條馬路嘅距離啫。如果係你會點揀？即刻同你過去望一望，就係呢度1100尺嘅單位啦。我哋一齊入嚟望一望。入門口嘅入戶花園面積贈送一半嘅，同埋呢邊行翻入嚟係一個一字型嘅廚房同埋一個生活露台啦。呢邊就餐廳同埋客廳啦，餐廳擺個4到6人餐位係足夠嘅。咁啊睇翻呢邊咧，客廳開間咧係4米噶，客廳咧就連接翻個露台啊，朝南望內遠景啊。嚟睇翻呢邊嘅休息區啦，休息區嘅呢度係做咗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隔離係一個兒童房，咁對面呢一度係一個長輩房嘅。最後呢度係一個帶乾濕分離套廁嘅主人房啊！呢個院 total 120零萬，你就可以落低啦。首期都係18個。呢度距離珠海嘅香洲區主城區吓1條馬路嘅距離，嗰邊賣緊3萬蚊一方，1000尺單位去到300幾萬，呢度1000尺嘅單位120萬咋。如果係你會點揀呢？歡迎評論區留言討論下。